喺廣西鳳山縣大洞村呢一度，四周俾石山包圍，就算風調雨順，粟米同番薯嘅收成亦非常之差。村民一年有4個月缺糧。其實生活上佢哋都仲係好缺乏，咁有時佢哋會遇到旱災啦、風災啦，唔好話拎啲農作物出去賣啦，其實自己都未必夠食。好似那小妹咁，同丈夫、奶奶同埋一對仔女就住喺呢間破舊嘅屋仔。落雨嘅時候不停漏水，仲有倒塌嘅危險。仔仔今年入學嘅錢已經要靠外家借，囡囡經常病要入院做檢查，又要問親友借。要幫助村民，樂施會必須因應當地嘅環境，制定長遠嘅解決方法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幫助佢哋，令佢哋可以進一步改善自己嘅生活。最方便嘅方法咧，就係打嚟31205000，成為樂施之友啦。每個月100蚊就幫到佢哋噶啦。如果我哋唔再加以援手，喺石漠化之下，石頭一日比一日多，耕地就會一日比一日少。要幫助村民遏止情況惡化，實在急不容緩。要幫助好似小妹咁嘅赤貧邊緣嘅農戶，就要立即行動。捐款熱線31205000。